音乐员讲是金光闪闪，为北到南拢大名声咧开演唱会，包括红麦10档的台语歌后江辉音乐伫高雄鸡蛋开演唱会，另外伫台北大鸡蛋有天团五月天的演唱会，还有这个权志龙。 无话真正袂完啊！卖点半钟限定商品卖甲老实，大人关的拿拢是伫天王 GD 的周边商品，开花蕊手灯到造型盆栽拢有收藏。为着权志龙演唱会歌卖开钱，卖寒酸。4点多快5点，手灯，然后盆栽，然后小手灯，大概5位数字。对。 想要找周边商品，要来听歌嘛，无简单，爱伫咧第一时间摕到，嘛爱有体力。面试到底有偌长，看成千人排队就知影。西保的公司含饭店2大连，阁险啊找无队伍的尾，就算落雨天半暝排队嘛，心甘情愿。阁歌迷为着3心人专工飞来台湾，大概是500到600嘛，然后是昨天更夸张，昨晚已经10点钟已经有人在这里排了。 哇哦，台湾人也是很夸张的。GD 未料唱海内歌，当等8年，过一摆来台湾。虽然说3天伫咧台北小巨蛋开唱，民众拢真欢喜，期待家，真久无看名前，阁有指一回。 红麦去10年是66的2节等来咯。台语天后工会7月开始是连续举办23场的演唱会，今仔日暗时也会伫咧高雄巨蛋正式搁一摆演麦去。另外，天团5月天25周年演唱会到煞尾，台北大巨蛋上尾场卖伫咧今仔日明仔载开唱。过来歌甲单3大面星，共一共唱歌，好歌迷拢真期待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